喺台北都可以1秒去到京都。Travel with Sherine 嚟到3月雲，超過200套最正宗嘅日本和服，而且仲成日換新款添。老師會根據你嘅感覺挑選最啱你嘅顏色，跟住就係專業嘅造型師為你打造髮型，又可以加購升級精緻妝髮。緊接就係20分鐘嘅穿着啦，老師都係跟日本嘅先生學噶，真係又喺日本着和服嘅感覺啊！腰帶都要升級做手綁腰帶，高級感滿滿。最後再加上髮飾，着上木屐，以及加購道具，咁就完成成個日本妹嘅造型啦。卡哇伊呢？然後就可以喺日式古建築群勇敢時光生活園區入邊直接影相啦，唔使再東奔西跑揾地方影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園區非常優美，估唔到喺台北都有咁有日本 feel 嘅地方啊！和服租借嘅時間2小時，打卡再贈送1小時添啊！快啲約埋姊妹、閨蜜、情侶或者全家人一齊嚟影個夢幻嘅和服寫真啊！完全唔使飛到日本就可以輕鬆擁有完美嘅日式體驗，仲唔快啲預約？